今个日，虽然我王祖收留下来，但是对你不完全相信。到底也要打几十万人马一个厉害角色，不封你官职，不不你救兵，谁不你一个名字叫苦人儿。晓得你张志刚来塞这样，叫你经营里向来带我去实施。一来将士们当场辛苦，听听诗可以轻松轻松。二来没有知心法事，待听口中言，我口内哪行说。他是被我听出来，乃是假头样不客气，我拿内杀。就话这个人塞到了让经营里向楼子下来，但是你个头身居了让今个这个刀锋之下危险。那么王子娃晓得，哪不晓得？经过的无风浪，结果失迷，神然应付，步步雷神。虽然三层不来之日嘛，都懂都西设施。实际上，你气氛也是啊，放点血头说笑话，弄得大家跟这里哈哈笑笑。今个日半点车头在摆不了，这个叫啥意思是两小反而大力热络。我喜听你个诗，这个诗说的好听，一部书嘛，舌头不里当听出来。这个武艺文龙非但不是今个日青山素养，而且奇怪，此番出来当仗，身不比大一个哪娘。耶，能让人都不能张阿伟的当了，啊，我要打个哪娘出来？哎呀，王州州你的那出来当仗嘛，打不不哪分没必要去说你阿对了。实干看起来，这个哪娘非同一般。要知文龙心底事，待听日娘口中言。根本我想办法随便那行，打个哪娘也来帮一帮头。嘿，且在，你也帮这个哪娘还要见见你王州。各位哪娘不是一般的人哦，要是个穷水人，高个男人是个穷干事，宫中养过2个儿子，第2个小奴刚刚落地503天已经过世，我里穷得来实在活不下去。幸亏隔壁邻居家人得落登落将军屋里向做一个哪娘，夫人看里面孔生得清水，头皮里向有点学问，对里像亲姐妹一样的黑。副科长今日攻打龙欧州，陆将军一门心中。辣浪临死的辰光，我儿子文龙托不这个哪娘，哪娘一口答应，是觉得我不死。我无论如何保持这个小主人，18年等了经营里向，过下来的日子真是不容易。日日要让人想，其实还为主难人。因此，宋营方面过来的男人，你就觉得奇怪。你现在真的来对样干，让一个当口人来对样，而为的其中有做啥？既然你我的实施，我谁家听师为民，努力海打给打，我也试一试的看一看。所以那样布置下一切，规则一个小费去拿实施先生请得来。一些小费来了，回禀老太太，说书人到了，命他进。是，有请说书人呐。是，来了。那娘听见那个啥来了个声，我都紧张起来。说起南瓜里呀，18年子分看见个男人子，而且真正娘你这个命运在寄托了这个人身上。假使我非跑里来个，我就要求你娘你只好回归男人。所以张大眼睛我盯来门口浪口。王主任的浪进来，心里想蛮靠我。我等这个机会想不得来的实干快，不能放松，要抓紧。这人大道理想就对个那娘十分注意，一口40多岁的年纪，面目清秀，但是看你身上像插一套厚服呀，奇怪子。那我的那娘这身厚服有道理，但是金包屋子金包人的服饰，但是小奴文龙哇啦哇啦哭得来，谁是不肯吃呐？
弄得今个日实在没办法，甚至家里只是男人的服饰。人家一上习惯着，老娘索性负责，所以一直只得现在。王祖口内身浪向插厚红美好，乃是男人。罗美容的老娘还是男人，实干我仅此一步在。而且那了让经营当中身穿厚服，说明那个里向分忘记他根本，闲话也何讲不是？大上一步啊，老太太，在下见老太太。哟，先生美丽，请入。都是老太太。王祖过来身体受定，口两小反而出气。哎呀，奇怪！其他第二三个人一个也不口气。哎呦，王祖想讲真来是实个呀，听讲没个？一般人讲说起来生意在那边，家么有一句闲话叫五台山，啥地方五只台子，三个听卡总归要有。所以那一口子啊，可是口上去真正好打来一台一碗。听卡是有改，才把老娘吵开个嘴。因为我也是那个理由。就是那个你自家你们会打你后部突出真情，于是人了比让我哪还讲呢？现在口里受定之后，那娘对你上午去生了让注意个档口。哎，口里面孔五官生得相当端正，三纶清晰。搿张面孔来介绍，年轻的几岁是啥子灯样？搿只手因为肚子扎边包着，所以手指骨撇了撇。三爷亲，到底是牛山怕你来跟呢，还是来背部子我非真个来对呀？谁大里配对去？哟，请问先生真姓大名？在下女是岳飞长下妹子，因与郎居荣恩四我名儿叫寇人儿。哦，寇人儿。是啊，实对我非打来个，先生，既是我非手下妹子，而怎会在此经验之中？哎呀，王祖代理妈妈，你讲我真的是实个呀！一时没变我是，问我你哪会得该打来？哎呀，代理妈妈，你到底真的不晓得你为是装糊涂着？我对本金邦大战之下，实走哈密子，人人晓得个事体。哦，你分得知啊？不可能。那么你有心在俺问我，好来好去往这个两句闲话，老子都真好，拿出来就是。哎呀，老太太，喏，都去为地下他勇猛无比，岳家军连连败退。我是央求岳飞为是对人金邦的好，哪里知晓他终一女儿一意勾引，非将王州再得臂膀。老太太，我乃是冒死投奔金银而来呀！这两三说讲得对是的，好像是真个来对样一样。那么哪样代理忙，我可不记得。为啥？你啥点人？我非生不比高级出门呀！如果你怕你来个时候，今朝当我第一次见面，对我的底细你并不晓得，你不可能一上来摆露自家本来面目。不要紧，新番茄慢慢来试。如此看来，先生你好大的本领。老太太，此话怎讲啊？哎呀，你想啊，既是先生出洋不仁，那岳飞再度了儿的臂膀，定如初次失败，加倍胜意。今日上儿歉意，大胆刺激，岂不是先生好大的本领啊？哦哟，话中语音，那个两啥称赞我不记得了还。而且王叔听得出这个闲话刚刚开头啊，我的唯一闲话，不妨听呢一听。我听那闲话当中，好晓得那个心思。哎，老太太哪里话来？
并不是在下本领高强，是那个王祖命不该邪。再来进一步点一点，要细声。老太太，老身听得一句话儿，什么话儿啊？叫岳飞手下扶杨将，内大非的牺牲，你为这个嘛，牺牲。我看你举止一人，绝非是委曲救人之辈。想必儿心中灵雨红豆。别！那么王祖有点紧张的，像我老子我家已把你口出来了，是不几句话啦，还忙我一忙，怪不得今朝我打那一对爷，本人在白开，实是假，打错假子不问我是真。那么王祖想来就讲我真的养啊好，假的养也罢，都是军事委员，今个是掌管的。一对你妈妈你啥了？你内疚呀？我以为那个哪娘呀？你耍起这样当庭门生，打错假子不得这样自私。一个理由，你很有可能就是罗文那个哪娘，因为本罗了啦金帮。生日错误，你于心不对不起来东家，可见今朝有个男人来，你生一些希望，还是这个桩事体。我觉得两句闲话上去为你明白。哈，老太太，我看老太太身处寒风，莫非你是内扰什么？是啊。老太太既然内扰人物，怎么以为在此经营之中啊？这个，哎呀呀，大娘叫你的讲这闲话，我哪门来的呀？哪里非来门请我不来这讲？一说侬不把你做过去的呢？这来就叫王祖本事，内门那个里门里个，而且门得杀人，不不来门我去门，我真是主动子，口里等一等，我来逼你一逼。老太太，我看你身在经营，身处寒风。可见你心气内扰，够不心神。那娘，别，现在也天起来了。哎呦，看上去不灵真。我得分补出你少了，你得也补出我不来花钱。跟你双眼睛还要理呀，所以看在我心底里的了。那哈么我等了金宝个18年，每时每刻。他让想你自家的哥哥，心系奴才，哥哥人生是的一针见血么好做。这个让心想一人发手嘛，眼球要。哎呀，哪娘回来不灵？我一话哪眼球？就是两东眼的工作了是不得了个，我要让我家个样，非要里倒是真的样的。今个是晓得我身在经营，心在奴才是不明我个我，眼睛眼睛侬自家个人。客气无气，啪，面孔一白，大胆的口声儿，是像我儿分龙，那是郎居千岁该地下。我老太太是若爱出什么就是什么，哪用你放生是非？是。你面孔上像个标的，哪得个王祖两双眼睛？口里个两句闲话上去，一人惊慌流下来，眼圈一红，不问口齿，低到腰海，那动心拉海。流下来个两三闲话，当你心里想，我这不搭嘎个，我想抽啥个就抽啥个，心口不一，乃是依是自家的心话。只有一个理由啊，乃就是陆文龙的男娘。你丈夫不拉今个是晓得的，身在上硬，心在后，实讲龙出头个武艺上，所以眼睛卡住了。那么王祖这个年头，得知改革差成，我要趁热当铁，苦学一步。老太太，听说老太太乃是地下的师娘。这个，搿三我面的听了那副大戏。师娘好像有点口不起口轻，对里忙忙，
我个师娘比亲娘还要亲了嘿，我却不能讲不来听。我个老娘子比娘还要难做啊！我看这一叫自由饭，分什么师娘亲娘？老太太讲得有理，讲得有理。我看老太太确实教子有方，故而地下她上得就让威风凛凛，待我却真屡建奇功。哎，到小娃修了啊，修什么啊？修哎呀，老太太，此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还是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哎呀，错克了那个，你这个复什么？地下翻地，地址出来讲一步说刚才，搿头妹话下头一步说听怎么讲难够多。哎，先生，老太太，待讲不放。既然老太太一定要我讲嘛，王周就放肆了。不讲嘞。我看地下他积极壮壮都好，非少了一个小子啊！此一真讲。下那地下上头就让威风凛凛，大义之让谁得明白？大金帮给地下无一分拢。我想给地下嘛，定然为有自己生生的父母啊。谁若爹娘既在，就应该侍奉周瑜；倘是双亲反狗，也应该绳之相依。那谁说今日这个今日之心之为意嘛？自家爷娘的心中归有，不能忘记，不能多脱个呀，还一道一道的。比方这个说，你爷娘家姓张，就应该叫武义张文龙；你爷娘家姓李，就应该叫李文龙；你爷娘家唐氏姓罗，他就应该叫罗文龙。是。哎呀，那天拿着讲你不认真，跟你哪些的罗文龙个家啊？这个啥时候还是你故意这样提出来的呢？还是无意当中得出来的？那个心啪啪啪啪啪贴着贴的嘞，不然今儿子写的字真根不明我讲。寇人儿是你还放肆！寇人儿该死！像我老太太命你带着牛日听书启蒙，哪个愿你13大是后夜落女，此意所谓浪追迹下，难道你不也明了？哦。那么王叔就吃真，哪里是罗文龙我哪娘？啥天你自家已经露出来了呀？我这个三个是罗文龙的没那一没，我是这个罗文龙，那口里紧张的嘞，外国地方像河口里那样子出来，而且当我是这个三个字不拉今日的听见，你有性命福报。啥天今日这个三个字不能听见？口记这个武义文龙就是罗文龙，落灯之子，他今日是有杀父之手，谁讲了不能听见？搿么说起来，话中确诊，你应该很失手哦。今朝事体真确实在到不够。我他是大理石上失手，离他一下，对准之后，搿个不认得个夫人呢，哪弄法呢？我的马家都露出来，一动脑筋，我今朝不失手内，背人内神人之了我家，王州是有个点本事。虽然3寸不来之人，做工好啊！想说刚刚听出来这个啊，老太太，谁想听老太太的口音？莫非是山西六安州人啊？是啊。哟，我王叔也是六安州人是。你也6岁啊？跟你个口音当我大太有帮了还玩？其实王叔是湖广台州夫人，六娃台湾不知几话了还。但你亲近的呀！哎呀，老太太如此说来，我与你倒是相亲了。哎呦，我要当我来配上个相亲嘞！既然如此，老太太，上次诗人说起六安州的故事，与老太太听听啊。这可好像这个辰光我们不心思听啥个故事噻？为什么有什么这样？几个赞美下来，我也不理不出去，一个利益假设。像你们带我分布出来，自家心里我到才把你透得起在。那么哪里黑眼睛，你叫啥？
上西方有约，我来再下旅人再来观察。哦，先生，今日这故事，我不要听了。哎，当的故事可以不听，这个故事嘛，你叫非听不可啊？什么故事啊？哟，叫得难听，难听我是有办法。王祖通常凳子过来忙着来，他身不比方，身体了让凳子上插他一手。你老娘也不懂了，凳子坐在我背上，当个平毛病样。少天东拼三方一，我也不会说实改。王祖晓得留下来的分量，送给我金尺头。大将须儿常为欺负人，所以了大内真的了好应下的。哟，老太太，我要讲的故事乃是惊天动地、口口吃的故事。哦，究竟什么故事啊？是那18年前石西楼安置的故事。哎呀，老娘还听见18年的血腥龙屋这故事噶，面孔顿时失望。为那楼安水水将落登落将军一身新国一门忠烈的故事。哦哟，浑身发的水家在兵营的这样。落家的师娘举出小子流落金邦的故事。那娘活龙失踪的为是啊用。根据那落家的师娘抬头富贵美之女用生日祝福的故事。那娘听得该了，哪会爱的是了？他口而出，先生，我是有望的。哎呀呀，徐此生来，你就是陆公子的师娘了啊！哎呀，失敬呐，失敬了！大杀龙丑般个做，拉在拉不脱。哎呀，先生，你究竟好虚人呐！哇，这你的狗血人光乃神人啊人人，有话喊出来，我应该讲了，不能再瞒。老太太，你真的当我王宗是来对本金邦的吗？你就是大此为了何事？莫道是娘亲义薄，忠心万语得必人。老太太，你须顾虑，莫得心你们不是害怕不是真我与你同日冷落客，同日乃招人岂肯对对去养死人。都只为经世江水早已大中华后继与不为那是去参观，饕餮是我听声，对本岳家军是与后楼也
为四品，岳元帅通十金兵人啊的这是大王龙年儿生，押送真之狗把宋十心。有谁他同是精兵，人对同志，真要是大王龙年纪而生，鬼扰之事。哎，哪里知晓却不了。双枪奋龙斗梦勇，功苦为一归王妃心。三军等着娘体态，一问敌人可出身。王总在急门之下开得明白，我可以问弄他的迷茫，并不让也有非巧。再听他的名儿嘛，我真忠良后代来斗定，与牛三日完婚上衣大圣真，元日为我记等生，并不以抓是狗手，我是抓呀都必到真人，要当你听你是真恩心。世间文龙狗日落灯字，我们呀把那些海参啊人是他听上他吊着枪的杀谁人，为归内上去集中问，狗儿昔日太太共赏你，难得你忠义不忘狗国心，定能够彻里相容我来过寻。老太太，想我都必到此，奉了元帅之命，宁请你们母子归少的。哦。那娘，听我这个一番说，人会得爱特。为啥？18年来，日日夜夜了配马，一直一日，奴人还会派人来拿你娘儿子替走起，今家真正来自人子了。但是不过相信人，哎呀，我还为了他做梦噶。谁生老太太此意当真，元帅他亲口祝福哪位家？如此将来，牺牲都必遭殃。谁是为了引这个母子委屈？是啊，老太太，你应当高兴才是啊！是啊，
我应当高兴才是。只让这样高兴，眼里像断线的珍珠一样，浪滚下来。难怪这个18年来经营当中，一头皮的油吃，一头皮的口水，不要人门前可以吐啊！今朝来自自家的亲人，那副激动，那副伤心，牺牲老太太。18年，有恨痛口伤心。能记怒上天，这18年我是对对，发不起亲人命。是君的勾引落花情，这18年我是疯狗，谁命非用。我也把得文龙他深爱心，在口里孩儿不知恩厚情，他是丑八有家家对对，我是痛在心头看难。把心事提，虽说他一生难妇女，
身长大，金把的口水他一着地。家的后事因此我愿意不该意这手牙尖我呀呀不能迷分下去倾听今朝先生你答应我这小鸡手他赢了大海边从此不怕水风浪先生只为我儿分龙儿来定要使得我儿吊住枪头报仇雪恨莫是拉伸感激虽是将军夫人在地下以感激先生的大恩大德是老太太放心便了是那么王祖师是倾听何当